借着金鲤鱼的剑力，我要把连城诀传给你。连城诀共36招，都隐含在36首诗中，你可要用心记。是。连城诀第1招：枫桥夜泊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第2招：重景昭陵。连城诀最后1招：造发白帝城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小兄弟，拜托了。梅大侠，师傅，弟子有一事不明。弟子3人跟随师傅10年，可谓是尽心尽力。师傅为什么不将这绝世武功连城剑法传授给我们？师傅不传授剑诀，只告诉我们剑法的名称，难道师傅要使这绝世武功从此失传不成？连城诀只传可传之人。啊？难道我们弟子3人无一人可传？为什么？其实我们3人早就听说，这连城剑诀中隐藏着一个惊天骇地的秘密，此事当真？此事不假。我们所学剑法与连城诀相合，既可练成连城剑法，又可破解其秘，是这样吗？不错。今日我们弟子3人，就是要向师傅讨个说法。知徒莫如是，为师何尝不想将这连城诀传给你们？可以你等的天赋，心性，若知晓了此中底细，必将大祸临头而无力自保啊！故而不能相传。还不快动手！师傅，师傅！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。既然师徒情分已决，我们就此分道扬镳吧。追！
你内力已尽，是逃不掉的。师傅，交出来吧！啊！师傅，你不必苦苦支撑，你把连城诀交出来，我们还是你的弟子。畜生！跪下！跪下！师傅，哎，师傅，都怪大师哥，我听了他的挑唆，犯下了滔天大罪，弟子知罪了，饶了我吧，师傅。今后弟子若有二心，将死在乱刀之下，师傅，饶了我吧。老三，你起来，他现在是强弩之末，他是挺不住的。住嘴！你不要胡言乱语。20多年来，师傅手把手的教我成人，待弟子亲同父子。既然师傅不宽恕弟子，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了。三儿，师傅宽恕你了，起来。为师清理门户。既然你们不仁，我也就不义了。走！给你们！啊！哎！只有剑谱，没有剑诀。追，走！这儿，看没看见有人跳水？没看见。老三，看看那边有没有。嘿，走，去那儿。这边啊，没有啊！大哥，要我说就别找了。刚才三弟那一剑已经刺中要害了，都半个时辰了，他必死无疑啊！可剑诀还在他手上啊。师兄，平时我们没见师傅看另外一本书啊。也许这剑诀就藏在剑谱之中。走。公子，别捞了，尸体早就顺流而下了。这几个徒弟也太绝情了。老先生，您醒过来了。多谢壮士相救之恩，敢问恩公尊姓大名？啊，不敢。在下姓丁名典，老前辈贵姓啊？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叫铁骨梦。没念生？
梅大侠，正是老朽。哎呀，怪不得你有如此好的内功，在水下闭气半个时辰。您真不愧是铁骨莫恶呀！江湖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。为什么呢？老前辈，您放心，我丁典纵使倾家荡产，也要把你的伤给治好的。小兄弟，你的功力还不够，就不要费心了。这剑刺得太深了，已经伤及心肺。听说用金鲤鱼合药方能治愈，可这金鲤鱼也是我内力耗尽才中此一剑，想不到三人竟是如此阴毒。我这3个弟子，万真山、燕大平、齐长发，我最看重老三。若假以时日，说不定就能得到我的真传。前辈，伤心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还是安心养伤吧。大侠总算醒了，这一睡就是2天呢。多谢了。丁壮士呢？啊，公子也已经2宿没睡了。船一靠码头，他就上岸买金鲤鱼去了。哦，真难为他了。老朽大限将至，金鲤鱼也无济于事的。我临终之前能遇到你这位小兄弟，已经非常知足了。前辈，前辈，江湖上不能没有你这样的人。我这就熬鱼汤去。小兄弟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不要走。我有件要紧的事要托你办，有要紧的话要对你说。前辈的亲人在什么地方？我纵有万难也要替您送到，绝不会有误。我在世上的亲人就这么3个徒儿，他们下毒手夺走了剑谱，而剑谱只有与这本神招经相合，才能练成真正的连城剑法。这本神招经又可以单独演练，是修习上乘内功的秘籍。江湖上只知道连城剑法，却不知道剑谱易学，而神招经才是连城剑法的根基。今天我就把它送给你，小兄弟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前辈，武林纷争不息，或为秘籍，或为财富。晚辈以为这些东西是万恶之源，神照经我不能收啊。功夫和金钱并无善恶，人们的纷争全因一个贪字。利欲熏心之人得到秘籍，确实贻害无穷啊。如小兄弟这般宅心仁厚之士得到秘籍的话，即使不能根除人心的贪欲，也可以造福苍生啊！小兄弟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否则我死不瞑目啊！前辈的话，晚辈记住了。好，现在我就告诉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：连城诀。连城诀？对，对。前辈，
这个秘密就留在你的心里吧。快去熬鱼汤吧。前辈，您喝了金鲤鱼汤，病情会好转的。您早点歇息吧。不，快让船家靠岸！啊，让船家靠岸！好。借着金鲤鱼的劲力，我要把连城诀传给你。连城诀共36招，都隐含在36首诗中，你可要用心记。是。连城诀第1招：枫桥夜泊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第2招：重景昭陵。连城诀最后1招：造发白帝城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小兄弟，拜托了。梅大侠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白日依山尽，白日依山尽。国破山河在。大哥，啊，不对，你每隔一个字儿跳着念。哦，国山在，城草有点意思深。哎，过来。你看，草为木，木生火，很可能是在一家姓火的人家手里，要不就在皇帝的御花园里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你想一想啊，国山在，也只有皇上的家里才有御花园，也只有皇上的家才称得上国山呐！啊，狗屁不通！哎，老三，你说说。哎，二位师兄，我到现在还没琢磨出来，我接着琢磨啊。大哥，
我这正之念、倒之念、邪之念首尾相连都不通啊！哎，我饿了，你们在这研究，我到镇上弄点吃的啊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去？哎，我不是说弄点吃的吗？把你手中的书留下。对，大哥，你是不相信我是吧？对。你若一去不复返，我们的连城秘诀就更难破解了。嗯，哎，二哥，这样，你把书留下，等你把吃的弄回来，我们再把书还给你，对吧？对。哦，我把书给你们留下是吧？对。等我回来，你们俩还会在这儿等我？哼，不吃就不吃。那就不吃了。哼。公子，沿江见到船就问，都说100年也难见到一条金鲤鱼。老人家，苍天不负有心人，在沿江详细打问吧。那菊花会可就要误了。啊，再说吧。你干什么去？哎呀，撒泡尿嘛，撒泡尿。撒泡尿。走，一块儿去。哎，走哎呦，撒泡尿还一块儿去啊，真是。欺师灭祖，欺师灭祖，连城诀，岂能教？二位师兄，这样下去，不要说破解秘籍了，再有几天，我看咱们都要饿死在这荒郊野外了。依我之见，二位师弟随我一起回荆州，咱们共同参研剑谱。好，这个主意好。行了吧？这里到荆州可有500多里呢，到时候别说是饿死，就是困，也都困死了。老二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又困又饿，要你走你又不走。我说让你跟我去荆州，去荆州，我能不知道那是你的地盘？哎，听我说，我有个好主意。哎，这一路上啊，我们3个人既可以形影不离，又可以睡个安稳觉，还是3师弟机灵啊！多谢二哥夸奖。哎，都2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完呢？我去催催。师傅，你们快点，我们还要赶路。好，再等片刻，马上就好啊。哎，干好了，我们大爷有赏银。好嘞，大哥，我看这剑诀呀，应该在望庐山瀑布里。不啊，我看呐，是每首诗里都可能有。哎，
这个钥匙再打一把。好。飞流直下大哥3000尺，都安排好了哎你们放心吧三弟你坐下，坐下。两位兄弟，拿出来吧。我们起个誓吧。好，好，在下万振山，严大平，齐长发，我们对天发誓，从今后我们3个人形影不离，共同参研连城诀，破解其秘，共享其利，绝无二心。若违此事，将成刀下之鬼。和大哥一样。和大哥一样。走，进去。走。3位客官，点什么菜啊？这个店我包了，把所有人都给我轰走。是。老2、老3，上路吧。好。大哥，我看这烽火连3月可以改成什么？铁锁锁3人，刺侠驾连城。走，走，走。梅大侠，丁典一定牢记您的教诲，练好连城剑法，完成您的心愿。害死您的人，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剑谱，老2、老3。怪了，这门窗都关着，不像外人所为啊！大哥，是不是你做了手脚啊？你胡说！不是你，那是谁呀？我看像是你。你们贼喊捉贼！你不要血口喷人！就是你们俩所为！
既然咱们互相都不相信，那咱们就把衣服解开搜一搜，免得互相残杀。好，脱，要脱都脱，不脱是孬种。老二，你怎么解释？栽赃！你们栽赃！大哥，咱们追！大哥，走哪条路？咱们分头去追，中午在仙客来酒家见面。好的，这。两位客官慢走，慢走啊！哟，客官您来了啊！您请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客官，里边请啊！来客人啦！客官慢走啊！这位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啊，先给我上壶茶。我在这儿等人。好嘞，上壶茶。我这说啥？我请来，两位客官，您坐这儿。好嘞。酒来了。大酒慢酒喝。哟，客官您来了。慢点。您里边请。小二，上饭。好嘞，上饭嘞。您请。酒来了。好，小二，上酒。来嘞。客官，您的酒来了。想整我，没门。这位爷，您等的人还没来呢。少废话。是。听着，今天晚上不准打烊，我要住这儿。啊？这酒馆改客栈了。改客栈是好事儿，关门闭户，防火防盗喽！关门闭户，防火防盗喽！师傅，麻烦你们快点，我们还要赶路。好，干好了，我们大爷有赏银。大哥，是不是你做了手脚啊？你胡说！不是你，那是谁呀？我看像是你。难道是老三？
慢走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再来啊！哎呦，我说张兄弟啊，来，进来！哎，来，歇会儿啊！哎，请，来进来坐会儿。哎，最近生意挺好的啊，挺好啊！来，坐这儿啊，我去给你沏壶新的啊。哎，好。张兄弟，好几天都没见你了啊。是啊，附近都没柴了，我是到翠山上去砍的。翠山啊，那么远？是啊，可把我累惨了。兄弟啊，你听说了吗？血刀门那帮假和尚，让梅大侠赶出了湖北。是吗？真有此事啊？真有此事。哎呦，那好，以后这姑娘媳妇们又可以上街了啊！是，哎，拿着。哎，张兄弟，你这是拿着都不容易啊！哎，我走了。哎，张兄弟，张兄弟常来呀！哎，张兄弟，张什么张？走，回家去，回家去。这得给人家，你这快走！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！啊，你看多好的斧子啊！是啊，好斧子。可这是人家的。可你以后劈柴就省力了。我省力了，张兄弟他不就那？我说你是榆木，你还真是榆木啊！你看人家来了，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张兄弟呀，张兄弟，找根宝有事儿啊？他买茶叶去了。哦，根宝嫂，我斧子放那儿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斧子你放哪儿了？就在外面喝茶那个地方。哎呦，来！哎呦，张兄弟啊，你说刚才就在这儿喝茶来着？是我刚才就在这儿喝茶，把斧子放在这儿了。你是说把斧子丢在我家了？是啊，那我能放到哪儿呢？也许你丢在山上了，也许丢在河边了。不会，我刚才哪儿也没去。根宝嫂子，你见着了没有？说没见就没见。哎，根宝嫂，哎呀，根宝嫂，常来呀。哎，根宝嫂，你看这也没旁人，你回头问问根宝。哼，你是疑心我家拿了你的斧子？不是。你没听过先生讲的丢斧子的故事吗？我看你就是那个人。算了，一把斧子值不了几个钱，我就认了。哎呦，慢走啊！哎，根宝嫂，血刀僧被梅大侠赶跑了，你又可以上街了啊！哎，张兄弟呀，常来呀！哎呀，来了，来里面请。客官，来，客官请。客官请坐。啊，老板，给我来壶茶。哎，好。掌柜的啊，我问个路，到岳阳是不是走这条路啊？对，去岳阳过了这个桥，看到前边的那3棵柳树了吗？要是走旱路就往右边拐，要是走水路往左边一拐，上码头就是。知道了啊，麻烦你把我的马牵过来。客官这就走啊？好，你等着。老板，你的茶钱放这了啊。客官走好。走水路往左边拐，上码头。说你是榆木，你话还挺多，耽误了生意，你知不知道？人家问下路。问路咋不给钱呢？人给茶钱了。掌柜的，去茶。客官，来，你客官，你喝茶，喝茶。大爷，请用茶。说实话，斧子
则你手腕就断了。说实话，刚才说实话，那个男的和你说了什么？他问去岳阳是否走这条路，对后断了。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说断了。什么？不，我说过了这个桥，见到3棵柳树，走旱路往右边拐，走水路往左边拐，上码头。哎呦，哎呦，根宝啊，看就你话多，惹麻烦了吧？啊，茶钱还没给呢！哎，茶钱！都怪你！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师傅，那首七绝我们也念会了。是吗？好，你们俩念给我听听。2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别动！齐长发呀，齐长发，你骗得了老二，能骗过我吗？把书拿来。你少给我装糊涂！我要的是剑谱。说，把剑谱放哪儿了？什么？剑谱？我不知道。你告诉我，这屋子的人呢？这屋的人10天前带着徒弟搬走了。我是个卖艺的，他看我穷，把房子就给我留下了。齐长发呀，齐长发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！我不是这屋的房东。我问点事儿。我不是这屋的房东。哎，老人家，别怕，我主要是来打听打听，原来那家房东他搬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搬哪儿去了。哎呀，还是紧张，别紧张。来，过来。此事当真？两湖百姓纷纷传言。你再去打探打探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师傅，说，江湖上传言梅念生已死。何以为证？说有人见过他的坟。葬在何处？翠山。何人所为？说是其弟子为夺神功秘籍，杀师灭祖。梅老二，连城剑诀不能随你而去。
各位师傅，有什么事啊？这碑是你们刻的吗？是我们刻的。给我查一查，看是谁来刻的。就是，师傅，就是他。今年的菊花会办得何等排场，可惜你这个局中君子没有这个眼福啦。哈，也是有了那场遭遇耽误了时间。再说梅大侠刚刚故去，我也无心赏菊。只求能见一见菊花会长，也就不虚此行了。是啊，请请。哎呀，真是人心叵测，欲壑难填呐！请。梅大侠一死，不知明年的菊花会还办成办不成啊？您是说，只怕血刀门又要为祸两湖了。梅大侠既然有了传人，就不容邪恶之人为所欲为。好，以你的资质和人品，多则10年，少则3年，定能练成神功啊！但愿我不负梅大侠和先生厚望。菊花会长，林海林派人来取花种。好，丁点贤弟，你先坐，我去就来。啊！你是？我是血刀门掌门血刀老祖，你可是丁点？正是在下。我问你，梅面生老儿是不是你给埋的？是我亲手所埋。好，拿来。什么？梅老儿的连城剑诀。连城剑诀？哼，你别装糊涂了。梅老儿被他的弟子所伤，临死之前只有你一人在场。他不给你，给谁？既然是这样，别说梅大侠没给我什么，就是给了我也不能给你。好小子，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哼！把那剑诀交出来！快走！别忘了梅大侠的诸多呀！你快走！给我分头去追！去！你救我！根宝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一桶水你要挑1天，快救救我！哎呦，行，快点，你快点啊！哎呀，你快呀！是血刀门，快！无忌就在这附近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！搜！你见没见到一个人跑过来了？没有。
没有，没看到，是不是你把它藏起来了？不，小人不敢。搜，搜！啊，是个娘们儿啊！是我发现的，归我！是我先发现的。住手！雪山老祖下山前有令，先办大事，后找女人。对，丁点怀揣宝物，不能让他逃了。走，走。珍宝，真的有宝物哎！嘿，真的有宝物，一本银票。银票是人家的，和咱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死一沫你！是咱们救了他一命，就给1锭银子，我差点给吓死。我的腿到现在还软着呢。是啊，那你说咱们亏不亏呀？哎呀，碰见这样的事儿，你说咋办？我要你找他去要。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我开不了这个口。你要是不去，你今天晚上就给我滚出这个家！又来了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嫁给你没有好的吃啊，没有好的穿呐，没有田地呀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我说你别这样，没有房产呐，没有金条啊，没有金刚行，小声点，别让丁大侠听见了。我就是让你没良心的，好好听听。我去，我去。等等，你空着手去怎么行呢？我去沏壶香茶啊。丁大哥，你睡了吗？啊，施恩公啊，请进。哎，请。你看，你嫂子给你沏了壶香茶，趁热喝了，对你身上的伤啊有好处。啊，谢谢恩公啊，你就别见外了。恩公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嘛。我是说，我这房子破了点儿，怕委屈了丁大哥。恩公，你就不要客气了，这次多亏了你们夫妻2人搭救。这样吧，我在客栈里面还有300两银子，明天我取来，全部送给你们。不，
不用，丁大哥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啊！我走了。丁大哥，你休息吧。我看他是骗你的。明天一早，他带着宝物一逃，我们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他不像是骗我。谁会拿出300两银子？谁会出手那么大方？这骗就骗吧，是你的，他跑不了。跑不了？哎，要想发财，就得去夺，就得去抢，你知不知道？哼，我早就料到了，他会使推脱这招，所以我就先在他茶里放了蒙汗药。你要图财害命？为300两银子，我不会动这个念头；为3000、5000两银子，我也不会动这个念头。可你知道，血刀门的人说他身上有宝物，宝物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，连神仙也会动心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，这可伤天害理啊！哎呀，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呀？现在有钱就是有天理。哎呀，等我们有了钱以后，先给丁大哥修个好墓。等我们有了钱，你就可以带着我离开这个穷家，到京城去啊！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挑水呀、劈柴的生活了。我们到时候再也不用吃这个咸菜呀、豆腐干啊。到了京城，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下手啊！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我告诉你，回去我就劈了你！快下手！快点啊！快呀！哎呦，宝物，宝物！来，你看这是啥银票？啥银票？神经？神经？这上面写的啥呀？写的63、54。哎，你说就这本书能是什么宝物啊？我不知道，还给他算了。你再看看。好像是练武的。水里放了
恩公，快走，快！恩公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！瞧你这个软骨头，你就是穷苦受罪的命！你快点啊！磨磨蹭蹭干什么？真的没起来，快去把斧头拿回来！快去！丁大侠，你们不要害怕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既然救了我，为什么又来害我？他说你怀中有宝物。没。我明白了。看见，歌翁喊上来，是猴不敢过。怎么样？你输了吧？这招叫马命风小小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这一招应该是连山若不逃。不如这招来得快啊，师妹。算你厉害成不成？那你把我杀死啊？杀呀！哎，师妹，杀呀！师妹，胡闹！云儿，投机取巧是练武之人的大忌。你这一招怎么能用马命风小巧啊？是邪招。就是嘛，爹爹，师哥啊，经常用邪招对付我。哎呀，师傅，好了，你们俩都给我听好了。先前你们俩拆的10几招还算可以，可后面几招就不像样子了。看着啊，第一招是歌翁喊上来，第二招是横不敢过，是横啸，不是直刺。阿芳，你这招是忽听喷惊风，接下来一招连山若不逃。看见没有？这剑是像一匹布那样逃了出去。此剑法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躺尸剑法，每招出去都要让对手躺下成为一具尸体。当然，自家人比划位招不能这么当真，可是躺尸二字你们俩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。爹爹，咱们这套剑法好是好，可是这名字太那个了，听起来叫人害怕。就是师傅，躺尸二字听着太像邪门邪派了。胡说！你们懂什么？听着叫人害怕，那才威风呢。你还没动手，对方就心惊胆战，先输了3分。此剑法精妙无比。好，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。爹，
就到这儿吧，干活。各位乡亲们，都听好了！咱们这儿了，怎么了？吴员外发话了，从今日起，各家孝敬吴员外的猎物可以上交了。哎，大家听好了，从今日起。小心啊！何老头。哦，哎呦，地保大人，啊，地保大人，何老头。哎，刚才我说的吴员外让按期交猎物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可是今年的猎物少，恐怕交不够啊。啊，这吴员外的脾气，你可是知道的。是。吴员外这些年对你也不薄啊，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呐。你看，大人，地保大人，地保大人，你看这猎物的事能不能？这半年不见，阿芳姑娘出落的像朵花似的。地保大人，你看，哎呀，葛老头，好福气，好福气啊！慢走啊！云儿，啊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你和阿芳上山吧。哎，好。爹爹，后天再上山吧。明天乡里赶庙会，听说来了个戏班子，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呢。是呀，师傅，师妹早就想看那出戏了。不行，若是打不着猎物，吴员外那儿不好交代。你们俩给我听着，无事在家练剑，少在外面给我惹事。师傅，爹爹，师傅，师哥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放心，总会有办法的啊。师哥，梁山伯与祝英台又看不成了。哎呀，庙会又不是一天，过几天师哥带你去。真的？真的。可爹爹说不让咱们两个露面了。啊，那就别去了吧。我们都看过好多遍了。再说，不就是一出戏吗？空心菜。什么空心菜？我说啊，你就像咱家菜地里的空心菜，整天啊就知道干活练功，没心没肺的。师妹，空心菜就空心菜。梁山伯跟祝英台生不能做夫妻，死了也要在一起，这戏文编得多好啊！哎，师哥啊，你说这祝英台也真傻，18里相送一场，他干脆就向梁山伯亮明了自己的女儿身不就是了，非得呀羞羞答答，错过了机会。要是换了我呀，换了你咋办？换了我嘛，我就是歌翁喊上来，是横不敢过，是直刺不横香。你别刺我呀！空心菜不许动啊！不许动！师妹，我打柴去了啊！小心点啊！在这等我啊！等我啊！小心点！哎，等着我啊！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嘿嘿嘿嘿嘿。